这个大问题，今仔日来召开着治理国家政策的记者会，讲伊的联合政府甲内阁的制度。大问题讲，伊若当选总统，会来推动着行政院长、国会同意权，以及内阁部会首长爱经过国会听证。大问题讲，修改宪法的标准真悬，但是会当为宪政惯例开始来做起。针对着国会改选，大问题提出着立委的席次甲政党票成正比，而且甲不分区的标准调降到3%，让更较侪小党有机会来参与政治。我们柯文哲柯主席来向大家发表我们国家治理的政策。穿一束西装，徛伫讲台顶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举行国家治理政策的记者会，要将家己当期主张的联合政府，也有内阁制推动，讲好清楚。我觉得第一步就是那个行政院长的国会同意权修宪的话，当然知道很困难的。但是我们要用宪政惯例，就是在没有动这个宪法之前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前进。要推动制度的改革，修改宪法的难度悬。郭文泰提出改方，除了行政院长的同意权，各部会首长就任需要经过国会听证。虽然讲无法律透过形成宪政惯例，导推动联合政府。所以我们在讲联合政府的时候，常常就被外界批评说这个昏章啦，密室政治。可是你看看西欧国家。联合政府是常态所以不管在选前选后这个政党之间有签约，你知道，选举的时候如何联合竞选，选后如何合组联合政府。大选除了选总统，国会改选嘛是真重要。目前国内立委分做区域和不分区，针对未来席次的分配方式，郭文泰要解释。政党票来分配立委席次会让整个国家的立法委员水准比较提高。那个不分区立委的门槛降到3%的，目前的5%的会造成小党很难生存。主张国力三团政策，好像吴欣盈嘛伫立法院完成立委表决的工作。正前国立办和外交部冲突，吴欣盈也再一遍回应。拜四的质询，其实我质询的整个内容是非常完整的，我有给外交部的一些建设性的。成为关键的第3细点，为联合政府到立委席次的分配。郭文泰治国政策和改革，要将眼前哪里的高墙塞好倒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